2024年的台湾灯会要伫台南来举办，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特别举办3场做高仔灯的研习，让台南的老师甲学生透过5天的课程来学做高仔灯，通互全国的民众伫即届的台湾灯会看到台南的水。 仁德国小体育馆会使看到几个特殊造型花灯，要真侪人伫赶工。这其实是教育局为了迎接2024的台湾灯会，特别办的花灯制作演习活动，办3个题厝，透过5天的课程，和师生参加学做花灯。 所来，等去学校做政治教师，和每一个学校会使发挥创意，做特色花灯，展现出台南的水。由我们的灯艺师亲自的传授，让我们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、家长、志工们现场制作。这对学生来讲，应该是一个难忘的回忆。希望讲因的作品会当透过灯会，和更较侪人看到。第一次体验做大型灯笼，然后 觉得很有趣，然后看到那些技艺师傅的手艺很高超嘛，然后就学到很多。因期待和全国游客会当伫台湾灯会看到台南师生的精彩作品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